新記飯店由黃再生先生同太太於1976年創立，至今屹立香港半世紀。由於黃生喜歡食，黃太喜歡煮，由新興士多演變成新記飯店，主打地道粵菜。半世紀嚟，新記飯店同香港人一齊經歷高低起跌，由魚翅撈飯、金融風暴、非典肺炎到新冠病毒，香港經濟又再復甦。新記飯店始終堅守傳統味道。隨住環境進步，新記飯店亦經歷幾次擴充，現時有3商總店、會展店、荃灣店。新記飯店現時亦都由第2代 Dickon 同 Jeff 接手，佢哋除堅守家業外，並且連續12年獲得米芝蓮推介，亦係香港旅發局推介食肆之一。近年新記飯店更同 Packstar Limited 聯手，以歌姬為 IP 產權標記，名為抱抱犬，作為新記紀念精品，同新記一齊傳承創新。本視頻由自書有限公司 Wordbook Limited 用人工智能 AI 同視頻剪輯軟件製作而成。AI 可以將低清嘅舊黑白照片變成高清彩色照片，將圖片變成視頻、